从石原岛返回邮轮后，因为在石原岛已经吃了不少美食，晚餐我们就不再大吃大喝，而是选择到6楼的百味轩享用较轻松的西餐。百味轩的用餐环境相当舒适，灯光柔和。入座后，服务生先端上前菜的沙拉，生菜爽脆，搭配清新的油醋酱，开胃又不厚重。接着送上温热的面包，外皮微脆，抹上一点奶油或沾浓汤就很好吃。浓汤的味道温和顺口，喝起来带着温暖感。主餐我点了牛排，肉质中规中矩，熟度也算刚好。虽然不是特别惊艳，但在旅途中能吃上一份热腾腾的牛排，也让人感到满足。最后以冰淇淋作为收尾，甜而不腻，替这一天画下刚刚好的句点。整顿晚餐不算奢华，却有一种轻松自在的旅游味道。